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5，诗篇130篇50安尼讲：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听候。伫伊的话，我有望。三甲来祈祷，你的话，互阮有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知、全能、永在、永活的至高上帝。你的权能运行伫全地，你的荣光遍满伫通世界，你的信实达到强冲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要出欢喜的声来学乐你，也要出大声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天地拢要废无，总是你的疼，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愿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遐尼关心阮。土罪的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照顾。主啊，求你对天顶对阮讲话，我要听候你，阮的心神在听候，伫你的话，阮有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